你讲起啊？哎，你啥子嘛？我是跳丝嘅哦，无得几粒的好球本也要得打，记得那个按跳。爱弟，你亲比他还错嘛？你跟他紧系嘛？走，还个阿詹呢？慕尼还10万亲弟啊！詹，来，哎，操！哎，有种啊，来看哦，胸口打扫棒听听啊。马该扫棒，我是魔汉去个马个美国大联盟听听呐。魔，你用啥底下看到我啊？本来就会啊。直插球。啊，对唔好啦，做乜嘢樣？呀，蝴蝶球。唔，哎，阿燕呢？中唔中？哦，唔是啊，我今日要去查來啊。哈，阿燕呢？我上到咧，猜獎啊！我去個郵局一下，哈。唔咩啊？唔錯啊，真係查啦，阿叔沒很愛去個，好，再見。你是帶他吃飯嗎？請啊。來。是誰？黐線啦！阿秋啦，你基本上搞個學生嘅有一張攞埋個家務港啊，你基本上我係教書佢嘅話，我基本踢隻球哦，我都唔會打。哎呦，我看佢嘅偏花球安樣，看佢嘅球路向樣辦，就安樣打。其
其实刚今日算表现得同好诶，迄头摆花，伊可能连球的拢食唔到诶。系啊，嗯像根本哦，大局就看哦，佢第一名就是金刚啦，嗯，再落就是大雄，啊港哦，迄算根本有进步啦，安样讲？唔简单嘛，伊去合作的时间已经剩下的4年命拢记起来诶。佢当然咯，一般哦，咱去到山，福山嘅天气嘛，还有哦，因为下主题哦，要攀天路嘅时节哦，嗯，按老去搞个天路诶，嘿吼啊，是的，人类如迄陈先生，还没开玩笑的哦，嘿嘿，你身上哦有新到嘅优点，嘿吼，比如讲嘛个，就种讲择善固执。择善固执。诶，这种颜料啥，希望去复查，有用啊？你也点就看得出来。哦，其实以前我睇米火柴的时候，除我阿爸以外，拢无人叫起来。迄我同学拢当中爱迄点呢。臭臭眼咪啊迄啊，唔系嘿，迄啊，诶，太拿住唔知乜嘅，阿 U 啊，100留200嘅差别係乜嘅？哦，你讲 EU 100吞200个。诶，哎哟，其实差多诶，EU 200较有力啊，速度又夹，再过来无安吵啊。你看，唔系哈。就按用，就按用，知音难寻啊！嗯你希望复查给你咯，嗯，你天有乜嘅，後邊有冇強我嘅地方？无强用，奈无强用，特別嘅鑼鼓板，咩啦？開玩笑嘅啊，讲爱老古板。咩啦？還有，你有點就像了。佛講，小暖，只求人給你，佢冇乜個阿邊，自由自在。可能係因為我係一個好人吧。你係一個挺有吸引力嘅好人。你啲愛留到2片，比到乜嘅事情，比工作還較重要，係比到你啊！我對我來講，就像阿恩、587、強勇漢奸，阿燕呢？你做對本來100幾飛嘛？燕呢？做哪样？啊，你给吃行茶，我标准给停的嘞。哦好。谁呀嘛？嘿嘿，同阿仔你识好料嘅吼。反例。哎用的啦，同我讲下呀。什么嘅？好搞嘛？有人睇啊？喂。我按用咯，我宿车道的嘛，全部都按有点熟，我就看直的。来看哦，唔咩迄钱嘅 Q 钱的赚見行見也。
前几日做画片的，手术过后已经完全看唔到肿瘤的样的。不过嘛该，不过验血然后其他检验的结果，癌症的指数还是偏高。但是我就会持续的来进行化疗。但是未来怀我该注射的啦，不过佢查个菜就无甲来往熟嘅成就暗好啊。哎呦，你要比太太细细事情就冇眼就出来啦。尊重这位尊重，对啊莫该事就敌。妈，你冇说这个哦，好教父母差的。我开你是啦。哦，唔是啊，唔是。开叉送你看看。唔是，我其他做在行西路啊，真嘅唔是诶。这个不是，我开叉送你啊。唔是啊，唔是，系安子说。原来生意啊。好。哎，手叉较咸呢啊！嘿啦，亚妹，嘿呀啦，呀阿燕呢，惊福山的家长啊，讲生理妹做要当出去啊，看用的啦。阿珍呢？以后阿珍，咱们哦，冇啦。哎呦，总你看，这虫的哦，我切条来改，改做向外送嘅，唔可以用塑胶的啊。啊落水嘞？落水，咩啊？落水就打旁的就好咩？很奇怪，请你用哦，做个隐藏式嘅较好。啊，以后，嘿，咱们哦，不过，去打人去安用干啥？唔可以上人嘅真嘅们，打人走顺条啊，阿基，阿弟，用玻璃，改做玻璃，玻璃哦，一讲哦，要用透入去，哎呀，好，啊唔记，走，哎呦走，你看，你起到两片哦，两片哦，做假的，按样，两片要做一张，按样差不多按样过，做嘛？嘟好，不用东西啊，我不用买东西，不用唔记买个火柴木的哦。唔系啦，不用给，给乜个陶泥片。哦，好啊，以后毛主不用啊，阿叔做个做好啊，真嘅几片几多的啊？真紧啊！系啊。安样，等一下，介绍哦。哦，冇问题，看下嘅。哦，爱弟咧，唔是我爱弟咧。哦，呀，昨年有心机哦，我梦想啊，以后在弟讲哦，爱叫细妹嘅，我先把佢叫无卡人哦。奈vai啦，拜托，我讲我安样。冇按佢啊！哦，高含水通用門嘅人，較會順啊，較會上啦。好啦，以後你就帶你爸嘅嗌阿叔。來，你帶朋友過來。我阿叔做肥嘅時陣呢，我俾我先關注，嚇。唔會啦，迄個你哦攞到去。相信老師傅做事嘅下天窗應認真，一天唔好人吵佢。我做肥嘅時，我會俾個 rock heavy metal 日本嘅歌人咩唱啊？還有個今後還做了 content 師 MSN。你親愛，迄有乜解事情哈？哦，阿叔，遐呢？佢迄陳先生，咩，安尼有創意嘅，唔拉錢，佢咩算係假呢？阿贊呢？起贊，做埋師就贊，遐樣用啦。佢先中意 NRV 啊！啊，幾擺有冇？唔盼嘅 Q 三線飛股站甲佢有來啊？記得冇？鄉村的啊，米火茶嘅啊。
记得啦，你嘅相片伊还没看到。阿爸，你还记得？记得真好办呢。阿嫂，记啊，上个伫亚美办个咖啡店啊，上主给店点地步就不用投资品，那就上啊，素质还有傲公寸，那就带几过来，说是阿嫂呀。你记得冇？咱讲过个啊，观光结合在地产业，亚摆就做的看到呢。哎呀，阿嫂，佢唔係普通嘅咖啡店呢，伊嘅老火風改嘅，一上年哦，人家同嘅廣告啊，用到網絡當個，為種嘅個後生就本上過來呢。但像咁樣哦，佢店底部嘅投資品啊，就做拿來點，拿來賣。哦，人做了安排嘅泰新一日遊，就帶佢啊哋來看嘅野草。來椰奶，來做肥嘅，一想你咯。哎呦，阿嫂，好啦好啦，阿爸個，你意思嘅啦，好啦，我笑嘅。有嘛好上嘅？愛講嘅唱嘅好嘅，哪有法？阿爸，你同我一陣來一陣，你向前走好快哦。咩啊？等下，阿嫂，阿嫂。芳妹，要当无喊无？唔会啦，嘿嘿，牙爸说过无？张16块，好，拿来碗水。好啦。爸，爸，牙听人讲吼，了东西哦，伊是咧上米酒梦咧，等一下哦，会来吃款的啦。鸟诶，考虑好吗？牙结听诶，牙要照牙个意思，老期经费接下来，你是毋伫拄上诶，牙要人做好。爸，要开无？你先睡一下啦。甲唐人讲，拥有买货查证，唔对无？迄几天要做，做上忙做，好好做。阿弟诶。你做已经无限。我决定接下我爸基金会的工作。那很好啊，这个工作对你来说很有发展性，而且朝9晚5，更不用看人家脸色。
是啊，一切都可以自己做主。而且啊，最让我开心的是，这样子你跟你爸的关系就可以和解嘞。坦白说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只是觉得以前不可一世的他，然后现在躺在病床上，一下子老了好多。想一想，有什么样的情绪，也都可以放下了。因为你变成熟了。凯琳，其实我今天找你出来是有一些话想跟你讲。嗯，你说啊。我还是要回三线去工作，去进行基金会的工作。你又要去了？基金会呢，本来就是为了来把给顾统成立的啊。你今天找我出来就是要跟我说这个啊？我又没有说不要让你去。其实我要说的不只是这些啦，我们最近常常吵架，然后归咎原因啊，因为两个人的想法跟观念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。本来就没有两个人的想法跟观念会是一模一样的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想法已经越来越远了。你想要说什么？我是想说，我们可以趁着这段分开的时间啊，然后好好的开始重新考虑我们的关系。讲唔加加真哦，冇撚借哦。哎，阿燕呢？下課嘅嗬，要喊啊？哦，我還有得事呢。你真係唔識人嘛？來啦，坐啊！係頭好嘛？嗱，要唔係搖怪，唔講嘛，會酸嘢係嘛？唔係啦，真叫有得事無限啊。無限，都下課嘅係要乜解愛無限咧？我要中了一個啊，要交財嘅準備，要做家庭訪問。還有哦，其實我想好好談談看事情。乜解事啊？係有運氣哦。係咁樣啦，隨便嘅鐵技術講來，佢講伊頭擺鐵路橋嘅同事講，有人愛留人去查條買走。你啊，唔係太口注地嘅，唔係什麼個新聞嘅嚇。本大哦，喺聽人講聽聽啦。唔過佢上一站本人買走了後，一逢上就無通摕。故說我想要查看啊，
到底迄晚想去留人去茶头买酒？聪喏，真的啊？你想有认识到人系冇？有啊，问係做老人聽書門看下咧。我中意來真。哦，唔是啊，我叫伊去條健身房查來啦。陈云浩，有吹冇？阿爸嘅身體有較好啲嘅冇？我唔得講以後，但係佢係咪愛轉來？嚇？轉來？係啊，轉太遠啊！轉來轉太遠，真見下。真的啊？咁哪樣時會轉來啊2年吧。做乜嘅會想到會轉來啊？我爸爸向本來嘅想法變動到啊，轉去張人講啊。哦，原來係咁樣。好啊，等轉來再講。拜拜了。拜拜。今天要做拜拜的嘛，按澎湃。哎呦，哦，没有没有。哎呦，嘿嘿，又捱姐的咯喏。咩事樣啊？阿爺你老太家加菜哦。哎呀，迄晚你生日。冇喏。冇問你生日啦，出歡喜嘛？唔會哦，好加嚟哦。啊，講到加菜，我去拿我自家做嘅泡菜，等下哦，好食哦。做咩冇嘢啦？有偏好嘛？有好食就好嚟啦。啊，哎阿燕，你講啊，剛迄個複查有個事誒，哪有啊？中樂透。哎呀，冇亂講法啦。嗯。誒，希仔，來，廿蚊本。按時冇話。亂講法啦。哪一句？哎呀，真的，我吃到。佢要中意我咧，咦，有冇？丫丫，我上課你喊啲兩邊咯。老師在哪？好，來，上場，坐好來哦。2塊行掉哦，來行。先生，好過咩行有條路呢？哦，我啲啊。
行的哦。庆丰啊，佢多啲人冇轉去食飯哦，挨就啲唔啲了味啊。阿姨有送咧，一小嘅見工叫學了少了啊，你做哪邊嘢？後生嘅用錯係咯，就是嘅。就啲哦。誒，冇做了就唔記得食飯啦，轉去食飯啦。好啦好啦。講好冇聽通，夾夾喲，不用下來啦。有。是不想轉來啊？都是有嚟啦，就等你嚟夾啊！哎呦，就聲音咧。你按記做嘛？你喺人本用乜嘢名啊？夾夾啊！阿燕呢？哎，阿珍呢？點解無閒啊？齊先生，做得麻煩你一件事情。乜嘅事啊？就上班帶我去個寶鳳家邊啊，我感覺伊不差誒，我想留頭家多講講，就看較詳細啲誒，就來等下來，你看樣辦？唔過我咩女行啊？唔怕啦，我愛係普通人下嘅意見，嘅意見哦，比乜嘅專家啊、學者行較好誒。唔過
你就好人做到带啊！那你听出，阿娘，阿爷呢啊，我真见没一个高高低低嘅人啊。佢讲，你会吃到咁嘅。上拜咖啡堂嘅事，你就尊重冇發生過啊！人係你朋友，好冇？當然係朋友啊！阿娘，還是玩笑咩？錯啦，阿爺，上拜哦，你咩很愛關於前乜嘅茶條嘅事。哦，係啊，娘啊，要糖到買個手起來。來，唔錯。那我先問你一個問題：佢茶條包皮用樹條做嘅建築，一叫做木頭。係講哦，有人好好嘅，規棟嘅將茶條哦曬到皮皮數。按樣係算一種保存嘛？用做得曬皮皮去啊！你茶條係外頭兩位一重要嘅建築呢，與外頭有共同嘅記憶。記住應該留啲咧，老太家感情哦，太較現代嘅。係講曬到一個成分嘅蔬菜，唔看還有乜個菜皮啊？愛會喏，佢茶條經過從年挑年，嗰種醬油嘅古老嘅感覺。佢叫唔出來呢。就味道啲油肉鹽哦，每個沖茶條嘅東西，最老人咧，可能30年嘅印象拿定走。你也想法，我會留記條共用啊？冇啦，係哦，佢起到幾下就喺啲廠，尾下嘅幾下就啲上物嘅。飛快車，你用啥窮親的呢？你我唔記得呢。係啦，嘅勇士哦，俺只是有人聽說嘅。不錯，還係朋友。係啦，係朋友啦。家到底係問想買應嘅茶條啊？哦，聽講哦，係就做建築嘅財團啦。做建築嘅財團。阿爺呢？唔咩講呀？見風做唔得飄出去嘅，做埋啲變數啊，按功夫。是有種啊，咩講呢？新來嘅觀光圖書土地哪邊去啊？逢假冇人去，強用埋變數啊？咁咩樣？有很多人愛用時按3萬個嘅。我本來就按3萬。哦。買事要做來哦，叮咚！亂頭馬雞啊！一定喲。所以以後啊，係咪千久冇看到佢嘅？呀，N4啥又窮下喲。今日要做，聽說。唔是，俺只是人行哦。我先行嘅。冇用嘅啦。來。應該幾包？好啊，你要不？我給20萬。20萬啊！你掏呀？
已经有无看到呢？嘿啊。哦，阿爸，佮身体有较好着的无？有啦，有较长着的。安样就好啦。跟你阿爸，你先讲啦。我迄讲，毋伫遐位，阿爸佮有人照顾无？有啦，有请人照顾。佮阿爸爸妹还好无啊？毋无，亲毋无。毋就毋知哦，按叫我发生动刀事呢。我爸妈哦，发现佢哋有个好朋友啊，22年前过身呢。我爸佢心情就毋好，我妈天天心情也毋好，还留个卖猪肉个阿勇说伤吵。阿勇说还讲哦，无去帮我妈做村长的呢。还有个爷爷、佮个阿婆啊，伫个做下一本小水摆度，毋知了还好无？哦，佮家园啊，客数会跌下来，哦，铁技手讲哦，比伊还较痛。不过话讲转来啦，没有得好事啊。像个阿发讲记得无？佢就去相亲呢，哦，佮越南、东亚呢。错个，我老公讲无，佮西藏哦。啊？无啦，俺容易较好，噼里啪啦讲电来，佮挨选来，去通来风账号啊。好吼。啊，我先落一阵啦，我再听听老公讲。好啊。是啊，佮伊聪呢，也来聚会。哦。来。哦，嘿哦，你讲亚占国没有来太远哦？嘿啊，哦，佢还想会动到个天哦，棒球本个好搞，佢就说哦一天呢。伊种行去印度的啊？嘿啊，佢哦还拢还讲，讲嘛个啊？佢讲哦，佢做在拢还听书做退休先生啦。哦，佢毋是做啥哦？我们唔对啊，佢就讲哦，一来两边开个嘛个落火凤咖啡堂。落火凤咖啡堂。你上班以后？系啊，哦，个阿友种的哦，嘛应该是啲个听书。真型哦。已经无做了。参总，请安有事啊？参总，我来。有嘛个法你就直接讲嘛。无啦，我迄来老参总打一下招呼。哦，昨晚无靠鸟家下，你有无看到参总来呢？参总没意法按用嘅法哦。我先转了。
是当有礼貌，那样对人咁好。你阿爸用的对爱，还是冇嘛该把我讲啊。流过山，流过天，流向爱，土地的记忆涌入水中，10月爱也在一沙一沙，是祖先行过的印记。爱呀，土地，爱梦中的天堂。风吹，用也悲也结，加悲伤。